要注意风险，就赶紧去面对疫情，唔通急皮皮。这疾管署公布，顶礼拜类流感门诊急诊人数已经是连续2礼拜降低，算是讲度过这波高峰期。不过疾管署也讲，并无代表讲这已经无风险啊，是因为预测讲这12月到旧历过年之间，还有第2波高峰期，而且为着流感的人数会快速增加。10月第1波流感已经度过高峰期。根据疾管署的统计，门诊、急诊人数比前一礼拜降7.8%，不过也是袂当无要无紧。疾管署预估天气会愈来愈凉冷，接落来更有第2波的高峰。大概未来的4周呢，大家都会呈现波动或是缓慢下降的一个现象。到了12月初或者12月中左右的时候呢，可能会上升的速度会比较快。那可能上升之后呢，可能到了农历的一个前后呢，会到达巅峰。根据疾管署的资料，顶礼拜国内增加53例流感并发重症的病例，含10例流感死亡的个案，其中死亡个案上少年敢若40多岁，本身有糖尿病，因为无注疫苗，住医加5天就过身。这一例40几岁的男性是住在北部，那他本身是有糖尿病，那他是没有接种本季的流感疫苗。那在住院期间呢，也经过检验就是有给这个流感抗病毒药物，不过他的这个肺炎症状还是持续的恶化，所以他是在这个住院的第5天不幸的过世。另外，最近受到东北季风影响，连续几日透风落雨，感染类鼻疽风险提悬。疾管署表示，对年初到今，台湾拢总有68例类鼻疽本土病例，其中以高雄市50例上侪。大部分是65岁以上的长辈感染。疾管署提醒，类鼻疽暗作期真长，有21天。若是有头痛、发烧、皮肤烂的情形，爱赶紧叫医生治疗。记者陈亚轩、林旭凯台北报道。